市明之山动物园有一头身着红色披风的大白老虎意外脱逃，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。四不像，这只大白老虎不会跑到咱这儿吧？你是不是又乱吃东西了？放心吧，这里离城市可是非常远的，它再怎么跑也不可能。啊，你好，请问谁啊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为何要关门呢？四不像，你怎么了？吾乃蚩尤座下战虎，随主人驰骋疆场。后来吾主战败，他的兵器也随之遗失。吾流浪千年，寻找吾主的兵器，等待吾主归来。终于，我在前几天感受到了吾主神剑的气息，就在此地。可是这里没有您说的神剑呐！感受到了吾主神剑的气息。又感受到了。皮皮，你最近吃过什么神剑吗？那把破剑啊，呸！又拉嗓子又难吃，害我打了好几天的嗝，真恶心！别说！早上好啊，小不像。我骑，好久没骑老虎了，这毛茸茸的触感。好久没被骑了，这来自背后的温暖、压迫感，好怀念的感觉呀！等等，哪来的老虎？原来如此，兔爷当年下凡驱病就是骑虎而行的，所以能控制住战虎啊。剑，把无主的剑还来！别急嘛，剑就在皮皮的肚子里，等有合适的时机，一定帮您取出来。完蛋了，皮球只进不出，死定了。好吧。不过，剑取出来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此地的。啊？那您就先在兔爷那儿将就一下吧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有兽小剧场。战虎和他的主人蚩尤是在哪场战役中失散的呢？涿鹿之战、牧野之战、长平之战。回答正确，不错，有进步，还学会了查古籍。哎，是上网查的吗？涿鹿之战，《史记》中记载，神农氏衰，皇帝修德化民，诸侯归之。蚩尤作乱，于是皇帝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。《太平御览》中还说，当时蚩尤做大雾，迷3日，皇帝令封后做了指南车辨别方向，这才擒住了蚩尤。科技改变命运呀！